后来乡亲啊，真正的国外疫情遐尼啊严重，咱若出国去互围着，国外倒来台湾小围小透，安尼就罪过咯。所以，各县市政府嘛前后禁止员工甲教职员出国。南投竹山的指南宫嘛伫咧宗教界走大声，禁止庙方的工作人员出国。啊，甲庙方申请补助的社区团体嘛袂使哩摕补助金来出国。 新冠病毒疫情，后来竹山指南宫求发财金的民众唔敢大意，每一个拢挂喙暗。庙方人员嘛对这香客拢喷酒精，停车场嘛全面消毒。因为陆续传出境外移入确诊病例，指南宫马上宣布禁止庙方的工作人员甲有向指南宫申请补助社区团体出国旅游。这个政策安尼对话，外国疫情遐严重，啊，咱若出去，安尼叫传染着，啊，早转来国内就传染着满啊。 这社团包括4个理财来办公室、守望相助队等等，每档补助金额总计有1500万。庙方表示，伫1、2当前就有甲这补助单位说明，袂使摕补助金出国旅游。这次拄着疫情，再次强调。你到尾开就多来就使吧，在岛内嘛是一定嘛是佚佗啊吼。其实台湾本土真侪好耍的位嘛足侪。指南宫宣布员工禁止出国，开出宗教团体第一枪。 若是什么时阵会当恢复出国旅行呢？庙方表示讲，要等到疫情转好了后，才去决定。